大家好，我係 Pat， 專門同大家分享移居大灣區生活嘅真實體驗。今日呢條片非常實用，係來自一位香港人，同時亦都係加拿大華僑，而家定居中山嘅朋友 John， 親身分享佢喺中山睇醫生嘅真實經歷。佢最近因為高血壓引發皮膚併發症，去咗中山市人民醫院求診，由網上預約、掛號、睇症、治療，到最後病情控制穩定，成個流程佢都好詳細同我講過。呢啲經驗對於我哋好多準備過嚟或者剛剛由港澳同海外移居大灣區嘅朋友，真係好有參考價值。視頻內容都特別提到幾樣好重要嘅事。第一，同一個醫生，醫術同醫療水平都一樣，特診同普通門診收費差好遠，特診要幾百蚊，但普通門診一般係13到25蚊。特診同普通專科門診有咩分別？點樣揀？第二，網上預約經常滿號，約唔到，點算好？第三，點樣用 AI 線上問診，幫助提前分析情況，避免誤診。第四，我哋移居中山後，買800幾蚊一年嘅城鄉醫保，點樣用？住院、做手術、睇門診、做檢查、買藥，都可以用城鄉醫保報銷嗎？第五，香港長者醫療券點樣喺中山用？除此之外，佢亦分享過之前喺大灣區其他醫院住院嘅經歷，成個過程好真實、好貼地，完全冇美化，全部都係普通人最真實嘅睇病體驗。如果你都係港澳人士或者海外華僑，準備過嚟大灣區生活，驚內地睇病流程複雜，收費唔清楚，驚中伏，呢條片一定要睇晒，相信可以幫你少走好多彎路。係 John 你好，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今次喺中山睇病嘅整個流程同埋嗰個經驗係點樣？咁咧，我分到喺 AI 咧有一個 chart 咧，就專講我關於身體健康問題嘅，知我例如體重啊、血壓啊之類啦，或者有咩毛病之類啦。例如我有咩可以飲咩水啊、咩茶啊，或者咩食療啊，或者我話俾你聽高血壓，我應該留意啲乜嘢啊，做咩運動啊，咁我都問呢個 AI 嘅，因為我身體有咩毛病都會問題嘅。咁點知咧到某個禮拜日啦，咁大嘅一瞓醒咧就大髀突然間有得一笪笪嘢，有幾笪嘢喺度啦。咁我即刻問佢係咩事啦。咁佢就同我講啦，可能係蕁麻疹，或者濕疹，或者係啲真菌嘅感染咁樣啦。咁佢問我痛唔痛同埋痕唔痕嘅。咁我就話唔痕唔痛嘅。佢話唔使擔心嘅，你等多日先啦。咁但係因為咧好似越嚟越多啊。其實咧我就同佢講我是中山三鄉嘅華發官山水，咁佢有咩醫院提議？咁有一叫中山三鄉醫院嘅，就佢最近係二甲醫院嚟嘅。咁佢話如果嗰日係星期日嚟嘅，咁佢就亦都提議遠少少嘅啲三甲醫院，有中山中醫院啦，同埋中山人民醫院咯，佢都有提議俾我嘅。咁你就揀咗其中一間咁樣。我就揀咗中山人民醫院咯。你直接去啊？抑或你係點樣咧？預約啊？抑或點樣？我冇預約嘅，嗰陣時咧我唔識預約嘅，其實。咁我一陣會同你講翻呢一 part 嘅啦。咁我直接去咗咧就掛門診，就掛皮膚科。使唔使等好耐啊？我註冊登記嗰時個護士話大概前面有17個人，咁都幾忙嘅。係。咁等咗我成個鐘頭咯。OK，呢個又係中醫嚟嘅，抑或西醫啊？其實唔係西醫嚟嘅。西醫嚟嘅。我問 AI 咧，佢睇中醫好定西醫好？係。咁佢就話，雖然我係一個中醫顧問，我都建議你睇西醫。咁樣答我嘅。OK。佢想我驗血。驗血係 OK。血糖啊，可能出咗問題，佢懷疑咁樣。我心諗個皮膚一笪笪，點解血脂血糖咧？咁原來咧，佢就話咧，如果高血壓咧，微血管爆裂咧，就有咁嘅情況嘅。咁我去睇門診排隊，因為17個人啊嘛，我懟隻手落去嗰啲血壓機嗰度咯，血壓爆咗標。之後我就去睇醫生啦，係咪同醫生講？咁佢就話咧，你血壓咧第一要即刻入去急診，即係佢想去我急診住院。咁我就話唔好，因為我自己試過咧，急診咧係冇用嘅，嗰啲醫生，即係佢唔係專睇呢樣嘢嘅。咁跟住咧，佢就話你呢啲可能係蛇嚟嘅，生蛇。咁我就話唔痛唔痕個生蛇。嗱，佢就話應該生蛇咁啦。你呢啲藥咧，醫院就冇嘅。我寫個配方俾你，你醫院對面間藥房配就300幾蚊一粒。就食7日就2000幾蚊，即係呢啲藥係貨生蛇嘅。係啦，唔知咩排毒藥咁樣，我問咗佢2次咩藥，咁我就聽唔清楚啦。咁我就覺得係唔可能嘅。係你醫院冇藥啦，你要300幾蚊一粒藥。係啊，好貴啊。係咩？我覺得係笨嘅。第三，
我懷疑咧佢可能有護蛹之類嘅。咁第四，我問咗 AI，佢話唔痛唔癢咧，唔係蛇嚟嘅，你唔使擔心。係咁我有一幅 caption 咧，我就俾咗你嘅，佢係講呢樣嘢嘅。我問佢生蛇叫咩包疹啊？佢話你唔使擔心，你呢個唔係蛇嚟嘅，因為你唔痛唔痕啊嘛。咁我就後尾就俾咗診金13蚊咧，我就走咗啦，我就冇去買藥啦，就幫我慳咗2000幾蚊。而即日咧，我就去同一間醫院，我就上網。我就翻到屋企之後咧，我就問 AI，我話我血壓好高，佢建議我點做咁佢建議咧，即刻就去心血管科醫生。心血管我上網 book 啦，今次我就醒目啦。網上預約經常滿號，約唔到點算好？分享2個小貼士俾大家，可以約呢間醫院嘅夜診，或者睇下呢位醫生有冇喺其他分院、其他地方開診，通常會更容易約到號，唔使白走一趟。就揾到中山市同一間醫院，中山市人民醫院心血管科醫生，我就 book 咗星期2去見佢。咁原來咧心血管科醫生佢都有一啲專項嘅，例如你心有雜音一個醫生啦，或者你高血壓就啲雜醫生啦。咁而呢啲叫佢叫特診醫生咧，就好似香港嘅專科咁嘅。特診醫生，咁你可以即刻 book 噶。嗱，香港咧你公立醫院冇得 book 專科醫生噶嘛，除非醫生介紹啦。原來大陸係唔需要嘅。即係可以自己直接揾專科醫生嘅。係啊，直接揾專科醫生。你覺得你咩病咧，你直接揾佢得噶。咁咧我就 book 咗特診醫生，就300幾蚊嘅。專科醫生咧就好有經驗啦。咁佢一睇佢連驗都唔使驗啦，佢就即刻開藥俾我食。就即刻當場就要食咗啲藥啦。跟住預約1個禮拜後覆診啦。咁我話我想長期食藥降低血壓，佢話你再試多1隻藥先。咁我去咗，我覆完診之後咧，佢再約我2個禮拜後覆診。咁咧試啱邊藥咧，咁先可以長期食咯。咁佢亦都冇捉我去醫院，亦都冇驗乜驗，因為我幾個月前驗過噶啦，喺第2間醫院。咁佢話醫生冇同你講咩，我冇。咁佢就直接開咗啲。咁我幾日後就好翻啦。我冇頭脹脹啊，或者嗰啲大腳大髀嗰啲咧，亦都慢慢退咗落嚟。係有可能同呢個高血壓有關喎。係啦，同 AI 講嘅一模一樣。一日就俾7日藥我。咁連埋診費咧就380蚊診費啦。咁加百幾蚊嘅藥嘅。咁咧因為我哋叫城鄉醫保啊，我哋未俾810蚊1年嘅，咁就冇得 claim 嗰啲藥費嘅，即係門診係冇得 claim 嘅。我哋外地人移居中山，申領中山居住證之後，就可以參保城鄉醫保。以下係中山城鄉醫保嘅報銷簡介。1. 住院做手術可以直接報銷，3甲醫院全部適用。目前中山只有4間3甲醫院，分別係中山市人民醫院、中山市中醫院、中山市博愛醫院、中山市小欖人民醫院。2. 門診喺你所屬定點嘅非3甲社區醫院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睇門診，包括檢查費同藥費係可以報銷嘅，但3甲醫院嘅門診就唔可以報銷，除非係有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呢啲重疾，而且辦理慢病症認證嘅人喺3甲醫院，例如人民醫院開藥就有優惠，普通門診就冇。非3甲社區醫院例如有黃埔人民醫院、火炬開發區醫院、三鄉醫院、坦洲人民醫院、小欖陳星海醫院、南區醫院、沙溪龍都醫院等等。3. 結算方式直接刷卡、數碼結算，唔使墊住錢再走去報銷。4. 普通身體檢查係唔可以用醫保報銷體檢要自費。5. 去睇病嘅時候一定要用中山居住證號碼註冊，如果用港澳通行證即係回鄉證就綁定唔到。第一個專科醫生佢叫我對面，佢俾第一個皮膚科醫生佢叫我對面買2000蚊嘅藥，係咪慳咗好多錢？係啊，同埋你明明咁大家醫院冇理由對面有得買，你自己咁介大家醫院冇嗰啲藥嘅喎，好奇怪，非常奇怪。同埋我好想問一問 AI 生蛇係點樣㗎？咁即係我都未問咗 AI，我自己都有印象大概係點樣啦。咁我知呢個嘢咧可能係流嘢咧。我想提醒大家咧，如果即係可以問一問 AI， 當然你唔好盡信佢啦。但係咧，其實 AI 都幫到某一方面嘅手啦。喺呢個 case 嚟講，其實你可以喺個小程序咧，喺啲小程序都要揾翻嗰個醫生，嗰個醫院，例如你 search 中山人民醫院，咁咧就你喺上面可以預約嘅。咁預約咧又除咗特診啦，特診即係香港嘅專科啦，你都可以叫專病門診嘅。我cap 咗幅圖俾你睇，第14幅圖咧。裏邊咧嗰啲叫主任醫師啦，佢例如你高血壓，就25蚊，
就可以俾專俾門診，因為你知道自己咩事啊嘛。咁呢啲醫生就平啲嘅。特診同普通專科門診有咩分別？同一個醫生，醫術同醫療水平都一樣，特診同普通專科門診點樣揀？舉例，心血管內科建議，若以下情況就揀普通專科門診，診金19元。高血壓、冠心病常規覆診，開藥，病情穩定，只係複檢攞藥。普通門診每位病人大概得3-5分鐘，問幾句，開藥跟流程。想慳錢，想用醫保報銷，門診費可以報，另外檢查，藥費就按標準價，醫保正常報。若以下情況就揀特診，特診費300至400蚊。初次求診，病情複雜，胸悶、胸痛原因未明，需要詳細傾，調整治療方案，決定做手術，介入治療。時間寶貴，唔想排隊，想有充足時間問診，檢查快。特診費全自費，醫保唔報。檢查、藥費同普通專科門診一樣價，一樣可以報銷，只係門診費唔可以報。翻你呢個 case 咧，我覺得知道自己應該係睇邊一個科嘅醫生都好緊要喎，我覺得呢。呢個當然係㗎啦，係其實都唔係咁難嘅，你問一問佢，問一問，如果AI就會易啲咯，如果靈知估就容易啲出錯咯。因為你開頭睇皮膚科醫生咧，咁佢又叫話，即係講到明話你係生蛇，咁好彩你自己又即係識得諗下，或者又問下 AI，即係有時都要唔可以完全相信晒醫生所講。係啦，我想講呢樣嘢。睇完醫生先至收錢嘅，先至俾錢嘅，係咪？係啊，睇完醫生咧，佢叫你拎住卡咧，去對嗰啲 kiosk 啊，嗰啲機嗰度咧，就即刻可以俾錢咯。俾咗錢咧，你就可以埋去藥嗰度，藥房嗰度攞藥噶啦。咁你係撳嗰啲機嘅時候，你先知道幾多錢，抑或醫生都同你講幾多錢噶啦已經？醫生唔會同我講幾錢嘅，撳嗰陣時先知嘅。撳嗰陣時先知。一個藥費同埋一個診斷費啦。個過程係咪講廣東話，抑或講國語啊？廣東話個全部。你約醫生嗰時，你點知佢識唔識廣東話？我唔知㗎。中山原來都即係我2個醫生都係廣東話。你頭先講話冇預約，你就等咗1個鐘啦嗰日。咁但係預約咧，成個過程快唔快，順唔順利，流唔流暢？好快㗎！如果你同一個時間到咧，你可能10分鐘我都睇得到㗎啦。攞藥喺返醫院嗰度攞啊，抑或係點樣啊？嗱，我呢個情況咧，我就喺2樓睇醫生啦，咁個配藥就1樓嘅。咁嗰啲護士咧，因為我係特診嘛 ，VIP 嚟噶嘛，俾咗300幾蚊，咁個護士都直情落去幫我，你叫佢個坐低喺2樓先，你落去幫佢攞埋藥上嚟，先我先走嘅，快嘅15分鐘內啦，15分鐘。OK，咁好快。其實咧，大概半年前咧，我就去咗叫珠海嘅中醫院，去咗專睇中醫嘅，咁我就覺得唔係咁適合嘅，但我朋友咧就係咁叫我去中醫院，因為我覺得高血壓咧就唔係咁適合中醫嘅。OK， 係。咁佢就幫我驗晒所有嘢，或者小便啊，全部驗晒㗎啦。咁佢都冇同我講有啲乜嘢事，4日後我就放咗我走啦。而上一次咧，就喺珠海就睇咗中醫嘅，咁佢都係有啲煲藥啦，咁佢都會俾一包藥，我翻屋企自己興翻熱去飲都有。係成個流程都係快嘅，睇中醫嗰啲都係。係啊，係快嘅。貴唔貴啊？我懷疑咧，亦都佢因為我入咗4日醫院嘅，咁都係驗啲驗肉啦。咁我懷疑咧，佢哋要跑數，即係唔夠客，所以就捉我住4日咧，就話傾大呢條數啦。咁貴唔貴啊？上次你睇中醫8000幾蚊咯，咁我俾咗好似2000蚊。因為上次你就可以claim 醫保。係啊，住院 claim 醫保。但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因為我哋個醫保卡咧就係中山嘅。OK，咁如果我去珠海睇症咧，就要將個醫保卡喺珠海嗰度備案。其實醫院裏邊有個行政部門嘅，即係醫保行政部門。咁你將張醫保卡咧去嗰度咧，佢就叫你問你，喂，點解你嚟珠海睇醫生啊？你就可能過咗嚟做嘢或者搬咗過嚟啦。俾你填張表，跟住咧佢叫你咧喺個手機 app 嗰度咧叫粵醫保啊，好似叫做。咁你 upload 啲文件上去咧，佢就會批你嘅。備案咧就睇醫生之前啦。但係找數嗰時咧，你都唔使俾full amount噶啦，你就係俾 discount 嗰個 amount 嚟得咯。
咁醫保係佢個醫院嗰度幫你做啊，抑或要自己做啊？佢自己做噶啦，唔使我搞噶啦。OK。有一次備案員咧喺醫院睇喺珠海睇得到咧，咁就得噶啦。咁當然最簡單，你咪去翻你自己個中山嗰度睇咯。係有驗血啊，各樣嘢，嗰啲快唔快咧？快㗎，佢照埋 CT、MRI， 咁成個流程4日住院，都係8000零蚊啫嘛，都唔快咁咪平。我自己咁講。即係個 report 都好快出。好快出嘅，同埋定期又抽你血啊，跟住又叫你 fasting 啊，唔好食嘢啊，跟住又要唔好飲水啊，即係佢嗰4日就驗晒呢啲嘢咯。成個流程你滿唔滿意啊？同埋會唔會有啲咩地方你覺得有改善嘅地方啊？唔滿意咪同你講2000幾蚊嗰單啦。咁其實全部都滿意嘅嚇。係。因為我之前除咗入醫院咧，我已經睇過1-2次門診嘅，其實。係。即係啲腳痛啊，即係痛風啊，咁都好快處理得到，同埋醫生都好有經驗嘅。即係你又喺外國應該都有睇過醫生啦，或者喺香港有睇過醫生啦，咁各方面你覺得比較起上嚟嗰啲技術啊、水平啊、服務啊各方面變好啲或者點樣咧？嗱，第一我講預約先啦，預約真係好方便啦。係，你可以喺小童就預約啊。第二樣嘢就可以睇專科同埋專病嘅醫生啦。係，呢樣嘢咧喺加拿大或者喺美國或者香港都冇嘅。係啊。第三樣嘢佢收費好平啦，藥同埋個診金都好平啦。第四樣嘢咧，醫療質素咧，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咧佢要接觸好多病人嘅嗰啲醫生，真係好有經驗嘅。我老豆先嘅佢話個脊椎痛，我又翻香港睇，我話你唔好翻香港睇啦，不如我幫你預約個專診醫生，喺翻你中山睇啦。因為你咧第一你落到香港你未必睇到專科，你睇私家專科可能殺你3000蚊。咁啊，第二你覆診你又要舟車勞頓，上中山去翻，不如你附近揾間大陸嘅專診醫生睇，其實咪仲好咯。咁佢話係喎，其實應該佢有嗰個香港嘅醫療券㗎，係咪啊？佢有2000蚊醫療券㗎嘛？係咯，咁可唔可以用咧？香港長者醫療券點樣喺中山用？2026年最新1，你符唔符合資格申請香港長者醫療券？年滿65歲，持有效香港身份證，未過期或者豁免登記證明書，已經登記香港醫健通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中山有2間指定醫院：1，中山陳星海中西醫結合醫院小欖；2，中山市中醫院。注意唔可以同城鄉醫保同一張單報銷，2揀1。2，每年有幾多錢？每年2000港元，可以累積，上限8000港元，用到門診、檢查、部分藥費，用唔到住院、手術，淨係買藥、特診掛號費。3，喺中山使用步驟，以中醫院為例：1，第一次一定要做身份認證，本人親自去門診1樓香港長者醫療券服務點，出示香港身份證，交回鄉證，確認開通醫健通資助戶口。2，掛號用小程序、自助機或者1樓接待處掛號，要講明用香港長者醫療券。3，求診主動同醫生講用醫療券結數。4，繳費去1樓專用醫療券結算窗口，簽同意書直接扣醫療券餘額。而家叫做係長期係住喺中山啦。估你日後喺醫療服務方面，你會唔會都係諗住喺翻中山咧？主要當然啦，如果再睇我就未幫襯專診啦，因為400幾蚊或者300幾蚊，我幫襯佢25蚊嘅。係 OK。你香港買醫保啊，你第一唔包門診都殺你幾萬蚊，第二包埋門診好貴，同埋越嚟越貴嘅年紀，到某個年紀咧。好多人咧，佢而家我朋友啊，佢40零歲，佢俾緊3萬蚊1年，同埋你有過往歷史，佢唔包你噶嘛。大陸冇噶嘛，佢你乜嘢有冇病歷，佢都包你啦。第一，第二佢唔會加你價啦，或者加好少啦。第三，佢唔會拒絕你投保噶嘛。你上次住院嗰個經驗，你覺得點樣啊？你話住咗幾日？好細心，個醫生啊俾埋個微信我添啊，直接可以同個醫生溝通。最後，對於港澳華僑使用內地嘅醫療服務，有冇咩建議啊？有醫療同埋要用科技咯，即係你用小程序，即係你學下呢啲小程序啊，或者 AI 呢啲咧，可能幫自己慳好多時間啊。即係嗰啲民生嗰啲科技咧，都好犀利噶嘛。咁要學下用咯，即係網上揾到間醫院登記咗，跟住就可以預約，跟住到時帶我去睇，係咪先？同埋我覺得今次其實 AI 都真係幫咗你好大忙咯。如果唔係 AI，咁你即係篩走咗話啊，其實你唔係生蛇嘅。係啦。好多謝 John 同我哋分享佢真實經歷。
所有內容只係個人經驗分享，只供參考，並唔係醫學建議。如果你鍾意呢類真實移居生活、求醫、生活攻略，記得讚好、訂閱、關注，我會繼續分享更多真實貼地嘅大灣區生活經驗。我哋下期再見。